咗佢嚟樂智咧，都學咗有幾年嘅課程咯。即係畫畫就令到佢有一個專注力啦，參加咗呢啲活動先至令到佢真係有改變咯，可以增加佢嘅自信心啦，同埋佢嘅專注力亦都係有改變嘅。我第一次見佢改變嘅時候咧，咁我感覺真係好開心咯，同埋唔敢相信原來可以真係做到咯。呢啲機構咧搞多啲唔同類型嘅活動，咁佢哋亦都係多咗吸收多方面嘅知識。我喺度參加過好多嘅唔同嘅活動，最難忘嘅係今次嘅創意繪畫班，導師教我哋畫嘅，讓我能夠同圖畫記錄每一個開心嘅事。咁我主要就係教創意藝術繪畫班，透過藝術品講返入邊嘅故事啦，同埋可能講下佢個繪畫個過程啦，令到外界嘅人更加知道智障人士嘅學習需要，佢哋個內心啦，同埋佢哋嘅想法。